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初8，诗篇90篇11节到12节安尼讲：一水在你生气的关系，也照你应该受的敬畏，在你的生气啊！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三甲来祈祷，教示阮算家己的日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赏赐丰盛快乐甲活命的上帝，主啊！你是赐落稳定人民的天父，主啊！你是阮逐时逐刻的倚靠甲帮衬，阮要投靠伫你实果的指引下，通得安然徛起。主啊！因为你以外，阮无别个通倚靠，只有你是上帝。主啊！阮常常得罪你，忽略你的命令甲教示，无互你来欢喜。求你赦免阮对你的话的轻看。主啊！一水在你生气的关系，也照你应该受的敬畏，在你的生气啊！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